愛護香港力量接連發起針對公民黨嘅遊行，公民黨認為屬於抹黑，影響佢哋嘅區議會選情，稍後就會向廉政公署同埋選管會投訴。梁卓琪報導。愛護香港力量嘅反外傭居港權遊行，以公民黨總部作為終點，亦都表明要踢走公民黨。公民黨話，除咗遊行，佢哋嘅區議會候選人平日拉票宣傳，亦都被愛護香港力量追擊，派發同事實不符嘅單張。佢哋認為被抹黑，指愛護香港力量違反咗選舉條例，會向廉署同埋選管會投訴，希望查出有冇競選對手喺背後撐腰。如果我哋嘅對手係唔認頭呢，即係等於而家喺報章初步見到民建聯嘅主席就話佢唔關佢事啊嚇，嗰個有另外一位施能雄議員又話唔關佢事啊，雖然有兩個街坊就點咗佢呢個司議員嘅名咁嘅，好似話。咁如果佢唔認帳嘅話呢，反而愛護香港力量呢就犯刑法嘅。公民黨又話喺全港最少30個地點發現呢款公民黨成功爭取外傭居港權嘅匿名橫額，橫額嘅色調同佢哋嘅黨徽相似，同樣認為有抹黑成分，已經報警處理，亦都會製作單張澄清。而工聯會喺星期一開始會喺全港各區發起簽名行動，反對外傭有居港權。會長鄭耀棠否認活動同區選有關。呢個係完全係一個湊巧，根本上我哋咁冇意思係從呢個一個選舉個角度嚟睇。你睇翻我哋自己本身嘅做呢，都係從一個工會嗰個角度，話從打工仔個就業嗰個角度去睇呢個問題啦。因為事實上呢，喺嗰個過程裏邊呢，就喺地區嘅反應呢係相當之大。佢話冇鼓動工聯會嘅會員反公民黨，但亦都唔會阻止佢哋自發參與。南方電視記者梁卓琪報導。